係每一次我同客人坐低傾報價單嘅時候，我發現咗一個好有趣嘅現象。大部分嘅客人最關心嘅通常係水電、泥水同埋一啲關於家私嘅部分。客人會問啲防水有幾高，有幾多層，啲磚揀大磚定係揀細磚，揀啲咩款式，揀啲咩顏色會比較靚呢？家私點樣去設計可以擺多啲嘢？但偏偏好少客人一開始嘅時候會主動去提一啲關於油漆嘅問題。但係大家又知唔知道，其實對成間屋視覺比例影響得最大嘅、佔得最多嘅一個工序，其實就係油漆。冇咗電鑽同埋揼牆嘅聲音，好多時油漆師傅就係呢一種相對安靜嘅環境情況之下去施工。所以我有陣時心裏邊就會咁樣諗，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，所以佢就被呢一種寧靜而令到好多客人遺忘咗呢？好多人對油漆師傅嘅印象可能只係佢手上嘅一把油掃，將唔同嘅顏色油落埲牆度。但係其實我哋最需要留意嘅係師傅嘅細心同埋耐性。坦白講，要拎住把油掃將啲顏料油上牆身，其實唔係太難。最難嘅、最考功夫嘅，反而係點樣去批靚一幅牆。情況就好似，如果我哋想畫張靚嘅圖畫嘅時候，其實我哋最先要準備嘅係一張靚嘅畫紙。而油漆師傅嘅角色就要喺最前期嘅階段，用佢哋嘅耐性，一下一下咁樣將一幅唔靚嘅牆身批成一張好靚、好平靜嘅畫紙一樣。一幅牆、一條線、一隻角，做得夠唔夠直，做得夠唔夠靚，好多時對於客人嚟講，未必第一眼可以睇得出嚟，甚至住落咗都未必可以留意得到。但係點解佢仲要花時間去執咗呢一樣嘢呢？原因就係呢一份唔係交俾客人嘅功課，而係對自己嘅身份嘅認同，對自己一份要求。行外人睇油漆，總係覺得呢個工序相對簡單輕鬆，但係佢哋往往唔知道最真正辛苦同埋考驗，有陣時係喺批完灰之後先至啱啱開始。批完灰之後，師傅會熄咗單位嘅燈，然後師傅會拎住一盞手提燈貼近個牆身，喺呢一道光射喺牆身嘅情況之下，牆身嘅所有嘅瑕疵、凹凸位都會無所遁形。師傅就係咁樣一下一下用佢手上面嘅砂紙去磨平呢一幅牆。長時間喺一種滿布灰塵嘅環境情況之下工作，對雙眼、對體力嘅消耗，好多人都係未必可以想象得到。有一次我同油漆師傅開玩笑，稱呼佢做油漆佬，當時佢好嬲，佢同我講唔好咁樣嗌佢，你可以嗌佢做油漆藝術師。當時我笑咗出嚟，但係其實我心裏邊我覺得好欣賞佢，我非常欣賞同埋尊重佢對自己身份嘅認同，因為我覺得一個人要尊重自己職業，尊重自己嘅身份，咁樣先至可以將一件事做得好。呢份嘅執着唔單止喺表面睇得到嘅地方，更加係一啲睇唔到嘅底層裏面。我哋深知道一個裝修好嘅單位，客人可能喺間屋裏邊住10幾20年，甚至更加長嘅時間，所以客人嘅健康永遠都係擺喺我哋嘅第一位。呢個唔係一個口號，而係一份代入感。有時我哋經過一啲裝修緊、做緊油漆嘅單位嘅時候，會聞到一啲好濃烈嘅油漆味道，所以我哋堅持唔用傳統嘅彩膠同埋覆粉攞嚟做我哋嘅批牆灰，所以我哋改用更加正味同埋環保嘅燃紅灰或者離子灰。成本雖然高咗，工序可能有少少唔同，但係可以換嚟客人一家人嘅安心健康。呢一切我反而覺得係對客人最基本嘅一份責任。一幅靚嘅牆，一條直嘅線，其實背後充滿咗油漆師傅無限次嘅彎腰、無限次嘅打磨，每一個細處位都係一啲無聲嘅付出。希望每一個搬入去新屋嘅客人，以後如果你有機會摸一摸一幅平滑嘅牆身嘅時候，雖然牆身係凍嘅，但係你哋可以感受到背後呢一份溫暖。